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3月7號，我係 Anna， 去咗東涌食1人日式火鍋套餐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係去咗東涌嘅好窩日子，食日式火鍋套餐。由於新裝嘅關係，好多人排緊隊。餐廳係採用日系嘅裝修，都有一部免費嘅自助水機供應。有醬油同埋炸薯，最平嘅套餐呢，68蚊都有。我今日係選咗呢個82蚊嘅和君煲湯套餐，係揀咗可樂。靚靚嘅牛五花呢係200個 gram 82蚊，包咗一個蔬菜籃同埋珍珠米飯。君煲湯嘅味道都幾清淡嘅，同埋都幾快滾。哇！咁快就食得啦。呢個蛋嘅福袋呢冇乜料嘅，味道呢就比較淡。獅子狗味道就正常，呢個日本千層豆腐都唔錯，紅菜頭都新鮮嘅，君煲呢就幾爽口。由於新開張呢，今日都幾多人，環境就比較嘈雜，但係上菜嘅時間都幾快。呢個牛五花呢望落去都幾新鮮嘅，大約60幾十秒呢就食得㗎喇。肉質呢都幾腍嘅，同埋幾有嚼頭嘅。牛肉本身呢都充滿咗濃濃嘅牛肉味。再落埋一蔬菜籃試下，金菇呢都爽口新鮮嘅，小麥草呢都清清淡淡，本菇呢都鮮甜好味。仲有腍甜嘅黃蘿蔔同埋新鮮嘅生菜，都幾爽口同埋鮮甜嘅。珍珠飯都甜美嘅，粒粒都晶瑩剔透。42蚊呢，加咗2隻大生蠔，我見台都有加，亦都加嚟試下。蠔嘅 size 呢係屬於中等嘅，都幾新鮮，食落去呢都幾甜味，同埋都幾 juicy， 唔錯，好食。另外呢隻呢就更加肥美，又 creamy， 又有淡淡嘅海水味，食落去呢又有蠔味，相當之唔錯。我太飽啦，朋友試咗呢個套餐加24蚊嘅堪飯，點解喺度試飯？攞對筷子先啊，真係鋪平佢啦。等佢熟咗湯。係啦，跟住就開始。未發得夠喎。收一收水嘅啦。本身你個湯咧，經過啲肉啊、菜啊，即係咩味都有啦。係啦，冇錯啦。見到好似好大火咁樣啦，開細啲火啦，跟住就將啲材料啦，肉倒落去啦，倒勻佢啦，一路攪啦，因為如果唔係咧，佢就會結住。可能要筷子。葱就最嬲尾先嘅，個葱係最嬲尾，你想即係個感覺比較青青地啊咁樣，跟住啲蛋倒埋落去㗎啦。你想要再去結身啲咧，可能個湯咧就俾少啲啦，可能開個大火咁樣去索乾啲啊咁樣，因為佢都薄咁樣都有啲蛋。哇！呢個飯都好飽喎，如果係飽㗎啦，飽啊！係咯，食咗都好飽。我都食唔晒，我都食一半。係咯。我哋開大少少火啦，等佢收乾咗啦，咁轉頭就熄火得㗎啦。咁就完成啦。係啦，咁啊。今日嘅日式火鍋午餐呢都算唔錯，一個人就食咗136蚊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晚餐呢就喺屋企買咗壽司郎嘅壽司食，都相當唔錯。